大致上部機個 size 就唔係話太大嘅。咁我都攞咗佢嘅一部叫做 Direct Competitor 啦，就係你可以話係 Direct Competitor 就係 Touch HD。咁當你睇嘅時候，其實佢兩部機呢，其實你可以見到佢大細其實唔會爭太遠。咁就感覺上雖然好似 HD 闊啲，但係其實當我哋搭上嚟一望，其實差唔多嘅啫。其實兩者嘅體積唔會話爭太遠，感覺 HD 會細啲嘅，因為佢呢啲位收得比較好。咁而佢呢個位掘雷錘咁落咗去，咁看來好似 PU835係大啲，但係其實我反轉俾大家睇下啦，其實唔會爭太遠咯。咁好啦，講到厚度方面，其實兩部機亦都唔係話爭太遠嘅。大家見到啦，其實兩部機嘅厚度幾乎係一樣咁滯。咁所以話，如果你話你係用慣 HD 嘅 user 呢，其實都唔使太擔心，其實兩部機差唔多。咁當然啦，同另外一部好似設計相近嘅機又比一比較，HD 又擺喺度，嗰部就係 Omnia Samsung。但係好明顯，mon 嘅大細嚟講呢， Omnia 一定輸一截㗎，因為3.5。咁另外就 resolution 亦都輸一截，因為佢480×800，佢係得240×400嘅啫。咁相比來說，華碩呢部個 screen 大啲，個 resolution 大啲，但係嗰個價錢抵好多，咁就抵玩好多啦。咁 Omnia 就得兩個掣嘅啫，中間得全靠中間 touchpad 去 control， 當係 mouse 咁啦。咁但係華碩都有兩個掣，但係佢中間有個 trackpad。再加埋呢度4個 hotkey 呢，其實個感覺係比起 Omnia 來說係更加實用，同埋 Omnia 支筆要咁樣揈住咁樣，個感覺唔係咁好。而835呢支筆就始終都係攝入邊嘅，咁就個感覺就會自然好多。咁同埋相比之下 ，Omnia 背面就膠殼啦。其實就算你話 Touch HD 個背面都係磨砂殼，都唔夠話835嗰個金屬殼個感覺咁好。所以如果你問我呢，其實P835呢，俾 user 感覺確實係一部好高性價比嘅機。咁當然大家會明白就係 Omnia 有一個最特別嘅好處就係佢用Marvel CPU， 咁相對嚟講一定會比起HD 或者甚至 P835 一定會快好多嘅，呢個亦都係實在ever 試過之後個感覺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播片來說呢，應該 P835個情況亦都唔會爭太遠嘅。咁當然呢個我之後會再為大家送上測試影片啦，等大家再去望一望嘅。咁機身嗰個介紹大約係咁多，咁之後嘅測試片段請留意我哋 Unwired Live 嘅報導。多謝。